我屌又係漏嘢，精神兄弟 AC 剎車皮一直被模仿，但係從未被超越。你有病！今日嚟分享一下點解 AC 一直被模仿，但係從未被超越呢？係咩原因呢？首先我哋依家係真假去一個區分先，睇翻第一點，真假 ACE。首先佢一個商標 logo， 商標 logo 正品呢，同埋佢嘅一個金屬吊環係有一定嘅距離嘅，而假品唔係啦，直接就係同佢手拉手，呢個係第一點。第二點，我哋睇翻正品嘅一個摩擦塊嘅一個切割線，正品呢係足有2mm 嘅一個間距，而仿品呢就好似條頭髮絲咁，就得個1mm 嘅啫。第三點呢，我哋就靠摸啦。咁啊，仿品一摸落去嘅時候呢係比較平滑嘅，而正品你摸落去，佢凹凸起來是很有感覺的。他一看到我掉頭就跑，摸都沒摸一下。我哋睇翻第四點，第四點呢就係睇翻呢一個幾何圖案。咁而仿品係直接冇幾何圖案嘅呢個位置，但係正品就有啦，就好似有個女人嘅小山峰喺度隱藏住喺入邊咁。你好乖哦，我好喜歡。我哋再嚟睇翻第五點，我覺得第五點呢係所有辨別真假咁多個方案入邊最直觀嘅，你就睇有冇中華嘅防偽雲就得啦。因為中華嘅防偽雲呢係直接由台灣嗰邊做過嚟嘅，咁而我哋大陸呢邊呢，即係我哋中國呢邊啦，佢係暫時未有呢個商標嘛。你喺淘寶啊各方面，佢暫時做假品、做仿品，佢未做到呢一隻標。大家有冇睇到佢呢個位置？呢邊呢就係台灣嘅一個防偽標識，佢係要一摸二拍三對比先可以辨別得到真假。佢係有凹凸位嘅，台灣嗰邊呢個叫做中華嘅防偽雲。其實台灣嗰邊已經係承認咗佢係我哋中國嘅，你應該都嗱，你睇翻呢一個標識呢，呢啲就好容易造假啦。因為呢兩個標識呢，喺網上佢都可以買到啊嘛，所以佢就已經係做咗假品出嚟啦已經。所以我哋好直觀嘅就睇翻佢有冇防偽雲，就睇到佢係咪真假啦。所以你話第六點睇佢個卡紙嘅色澤，我覺得冇對比，好多客人就睇唔出。咁我哋就睇翻佢防偽雲，其實已經係最直接、最客觀睇到，因為無論你係螃蟹，乃至於你鮑魚，其實都有佢嘅防偽雲噶嘛，堅嘢。好啦，呢期嘅分享就到呢度啦。如果係有對 AC 有興趣嘅朋友，無論係同行定係粉絲，如果你想購買 AC 最直觀嘅，就過嚟風牛社揾 Tyson 啦。